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用这个熟悉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怎么样坚守主道，在世发光。我们看到今天两段经文，第一段大概都很熟悉了哈。刚刚我们就读了这一段，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们是世界的光。”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用一个非常熟悉的我们的情境，就是这个城市一个城堡，它是盖在那个山头上，那就非常的凸显，因为它不只是让人家看的一个目标。我们很多人喜欢去日本旅游哈，日本很多地方在京都啦，在大阪啦，在很多的地区都是有一个他们日本的那个城哈。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凸显，很远就看得到。那耶稣用这个很简单的话语来给我们提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光，点灯的光，你不可能放在斗底下，你要让它透明出来，照出来，在每一个人。所以耶稣讲这一句话，他是用物质的光来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点。他说：“那我们基督徒是光。”基督是光，你要照在人前啊，要像灯光照得到别人啊。那说光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基督徒的光，好行为光就更亮没有好行为光就暗淡了。那说这样就能来颂赞你们天上的父亲。第二段是同样跟光有关，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是什么样的背景呢？我们先从他的故事，从他的背景来了解，为什么保罗会提醒他们来做这件事情哈。那这段经文也要比较长一点，不过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做一点那个复习哈。腓立比书所提到的腓立比城，那到底在什么地方哈？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个教会，我们可以说，在《使徒行传》讲的非常简单又清楚，就是由使徒保罗跟同工西拉，还有提摩太、路加他们等人所开拓的。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这一个地点是当时的欧洲第一间教会。换句话说，你如果从保罗以及其他的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当时的交通没有像现在那么的顺畅，大家都知道，当时反而用海路的、搭船的，还有比陆路更快。所以保罗初期的传福音都是以小亚细亚，小亚细亚也是一个古名称了。如果说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点，就是土耳其那个地带，一个西亚的边境，在那边传福音，要到欧洲算是一个非常远的地方了。但是保罗受了马其顿的呼声，往西走，过了海，然后来到了这个今天的希腊以及马其顿现在的东欧的地方开始传福音。腓立比教会就是他们同工所设立的第一间教会。而且他还提到说，他刚开始的聚会地点就是在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叫做吕迪亚的家腓立比在哪边呢？我们从现在的地图，你可以看左边是希腊，上面就是现在的马其顿共和国。那它就在希腊跟土耳其那个爱琴海那个爱琴海地中海的上面一个小小的爱琴海的北边就是腓立比。那这个地方看起来不是跟其他的城市那么的大，但是它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这些简介有提到说，腓立比城位于希腊东北部爱琴海的北岸那它的原名叫做克尼底斯是因为后来马其顿国王，当时的国王叫腓力，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亚历山大帝的父亲，在主前368年盖了这个护城河，等于把这个原来一个城市把它
盖得非常的坚固，还有护城河，所以就改了腓立比哈。那为什么要盖这个城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当时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地，所以变成一个驻防城。我们了解那个历史的时候，罗马帝国它的幅员广大到不得了，不可能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军队，他要自己派军队去管理的是一个重要的要点，他管理附近的地区哈。所以那个就移了很多退伍军人，让他们驻垦哈，然后罗马帝国直接来管辖。所以这个城市享有特殊的地位，就是人免缴税啦、营业税啦，有土地所有权，因为那个是罗马公民可以安住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罗马帝国的边防要镇都是在那个地区的一个重点，所以呢，犹太人并不多，犹太人迁居在那个地方不多。所以他们就无法找到所谓的会堂。会堂是什么意思呢？在犹太人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里面呢，犹太人必须要有10个家庭，他以男人为主了哈，但是他们以男人结婚的有家庭就一组，那10组的家庭合起来才能盖会堂。那保罗跟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说，跑到卖紫色布的吕底亚的家来祷告，表示他们那边连一个会堂的规模都还不到，只能找到祷告的地方。所以这个环境之下呢，保罗跟同工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觉得说这个福音很难推广啦，没有，反而是很奇妙的，在欧洲的第一间教会，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们竟然在那边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据点，而且他们的热心在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显露了出来。很多人喜欢阅读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书表示了他们不只是支持了保罗的福音事工，而且借由圣灵的工作，吕底亚这一群在地的基督徒的努力，他们在那边建立了一个非常有传福音能力的教会，而且发展成一个非常棒的信仰团契哈。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保罗他各地去传福音，他们还捐助给他，就是奉献他的传福音的经费奉献，而且还派了一个专门来服侍保罗的以巴弗提就是派的专门的人员来协助保罗，知道保罗很忙等于在他旁边做一个助理，直到这个以巴弗提呢他身体不舒服了，才回到腓立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腓立比教会是多么让人有很好见证的教会，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教会。不过今天因为这个古代的教会或是古代的城镇都已经慢慢没落掉，现在变成一个遗址了有非常漂亮的建筑还留着当时可见那个罗马在这边所做的非常重大的这个建设都在这边。后来教会他们就在那边建了一个像东欧的风格的吕底亚纪念教堂这是吕底亚教堂的内部那我们可以看见说，这间教堂保罗写信给他们一个背景，那么就可以了解为什么保罗会在这段经文当中来勉励他们那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训勉是，有人为了教会的事发出怨言所以他提醒他们，不要因为在这一个异教的环境之下，罗马帝国的掌握之下，你们还内部产生混乱、纷争。因为他说，这种纷争可能是信徒中有人自私啦，或是为了某种利益。那在异教的环境当中，传福音本来就很困难，要做见证更不简单。那如果内部乱掉了，内部根基不稳，自己搞内斗、内战，茶壶里的风暴，那做见证怎么发光呢？根本不可能反而让人家看笑话嘛，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他们，因为教会一旦有埋怨、争论，或是教会在这个情况当中最容易产生分裂。所以在这个情境之下，外有一个异教，还有受迫害的环境，
内部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保罗这样提醒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坚守生命的道。这种道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换句话说，这个道不是在口头讲一讲，大家聊聊天，或是听一听讲就好了。你们就实际到社会，在这个腓立比的这个整个人民居住的地方，你就是要把你的道显露出来呀。所以保罗让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说，他过去在传福音的时候，信徒都很听从他，他肯定他们，很遵从保罗所做的教导。但是他现在不在他们那边了，他写信告诉他们，他就勉励他们要持续这些好的教导，每样事情都要做见证。因为他还提到说，初代的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渴慕或是一个期盼，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初代教会他们都深信说，耶稣马上要再来。那在那种迎接主耶稣再来，重新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们还互相抵触、互相内乱、互相争斗，那怎么能够见证神呢？怎么能引导人来信主呢？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初代教会的一个共同的信仰。因为时间已经接近了，所以保罗才再这样勉励他们说：你们要做光，要照在人前，你要在世上发光，要坚守主的道。那保罗知道说，我已经预备好了，即使献上我的生命。他说献上这个奠祭，奠祭的意思就是好像它本身就是一个祭物、祭品，然后在奠祭当中配合了他们美好的见证，然后献给主一个最美好的礼物。那保罗就这样子看觉是一种非常喜乐的事，即使他要牺牲自己，他都觉得看到门徒他们的生命得改变、得救的喜乐，他就非常的高兴。所以保罗呢，期待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像光一样发亮，让别人看见他们有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所以好的行为就是发光的一种，好的见证就是在为主发光。保罗说，你们要像光一样发亮。那我们就可以对照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马太福音5章14到16节所基督在山上宝训所说的话。这段话非常简单明确。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世界的光。那这个光一定是跟他所讲的描述有一点对照嘛。他说城盖在这个山上就没有遮掩。那点灯也放在人面前照亮，说同样你们光也这样照在人前。那保罗说，你们要好的行为来见证。耶稣说，你们是好的光，光要照在人前，有好的行为来颂赞父亲。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原来基督徒所显示的光不只是物理性的光，这光是借由人性所发出的，借由好行为、好见证所发出的，借由爱心所发出的。所以这个光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理解到，我们物质性的光我们很容易去辨别。那英国一位出名的文学家这个没有切到，对不起，叫做 C.S. 路易斯，就是路易斯这个出名的文学家。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信基督教，也可以说我信耶稣基督了就如同我相信太阳每天会升起，不只因为我看见它，就说不止我看见太阳现在借着太阳我能够看见所有的事物。我信耶稣就如太阳，我们很熟悉的太阳是一个光，不只是看到这个很强烈的光线。现在太阳每天热的38、9度了那个光强到我们不敢张开眼睛。我们其实不只是看到那个阳光，对不对？是因为阳光照到每一个地方，我可以看见很多事物。我们从基督看见基督这个光，不只是看到基督，是基督的光照耀，让我看见所有的一切，看见光明，看见黑暗，看见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也看到很多的罪恶。那就是 C.S. 路易斯他所提到的这是英文的原文，他这样子讲所以基督徒
怎么坚守主道，在世发光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无论是耶稣他所讲的世上的光，那世上的光，物质性的光，我们都很清楚了。因为从物理性的光，耶稣说没有人点灯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照亮全家。现在，科学的发达，我们看见在晚上的灯光几乎是千变万化。不久前呢，有一位那个气象的研究人员，他就贴了一张台湾在夜间由卫星所照的一个台湾的地图啊，看起来我们发现说，连太空都可以看到台湾的光那这个地图我们看到整个西部西部的台湾全部都亮晶晶的，连牧师的故乡澎湖，你看都看得到亮光，表示说台湾的人口很密集灯光非常强烈，除了中间的中央山脉那些森林才看不到光，连花莲整个一条线都看得见。那这样的光很容易连太空都看得到。不过主耶稣说的光到底是什么样？之前我看到一个报道很有趣不过现在已经我们在座有一些专门做研发人员，不知道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普遍了没有？他说有一种叫做 Li-Fi 可见光无线通信技术，它是有一个德国的物理学家和他的团队在爱丁堡的大学的团队所研发的。他说这个 Li-Fi 比现在我们在常用的 WiFi 要快100倍。意思是说，从这个光线，它竟然可以成为传输的用工具他说，由于 LED 光源的快速及普及，未来作为 Li-Fi 技术的光源路由器就是用 LED 的灯具就可以当成一个传播的方法，那速度比现在的 WiFi 更快。那这就是一个示意图了是一个示意图，一个光线就可以产生连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手机要连传输都要靠那个基地台，对不对他现在听说用那个光线就可以连成一个，让你的资讯都很充分这样子。那我们很期待说这个光线的能力越来越强了。不过我们所看的不是这个物质的光，耶稣所说的光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物质的光如果从我们的生活情境来讲，就如同世上的财富、地位、声名，我们易得也易失，无法持久。主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保罗说：“你们要在世人当中发光，绝对不是用世俗的眼光，让人家看见哇，这光鲜亮丽啦，他的财富富可敌国啦，或是他在社会的地位高过其他的人。但这些可能是一时的显耀了。但基督徒用这个方式让人家看见你的存在，但是不是用那个来见证神的恩典，是因为你有更明确神给你的角色。所以上帝的教会，主耶稣的门徒的角色，就是你要做世界的光，是超越世俗的物质的光，或是所谓的名声地位，而是因为你愿意被神所重用。所以上帝，保罗说，在13节说，上帝常常在你们心里工作。换句话说，不是用我的方法，用我物质性的、社会性的东西，是神在我心里面工作。那我们就愿意实行他美善的旨意，行神的旨意，不是行人的旨意。用人的方法，是要行出神的旨意。所以他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说，什么事不要埋怨或争论，大家不发怨言。他说要做上帝无缺点的子女。哇，无缺点的儿女那是多么困难的事。表示保罗说你们要战战兢兢要战战兢兢，不断努力的完成你们自己的得救。所以当时刚刚我们提起了犹太人在腓立比的这个城市呢，是一个弱势或一个少数嘛。你怎么样发光呢？当然有好的名声地位是一个方法，但是那个不能持久啊。重点是他活出主耶稣的道理，主耶稣的恩典。所以在腐败，保罗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在腐败弯曲世代的中间来做纯洁无邪，要坚守生命的道，
做上帝没有缺点的儿女，而且要在世人当中发光，像星星照耀天空。这是跟一般物质的光、物理的光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世人当中用坚守生命的道来看见神特别美好的恩典跟祝福。我们期待基督徒在我们面临的这个社会的变迁，特别是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时候，很多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到底在追求什么？人的生命好像很脆弱，每一天看到疫情所产生的死亡的人数，它不是一个数目嘞，一个生命就消失掉了。那人到底在追求什么？什么样才是永恒的？那基督徒他们在腓立比那个地方，保罗说：“你们要在世发光，要坚守生命的道。”那今天从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我们所做的就是怎么样把基督的生命分享在每一个你的人群当中，你的弟兄姐妹当中，你的邻居、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同事当中。所以如何发出世界的光呢？有几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你要活出主耶稣救赎恩典之光。换句话说，你看见这个世界人家共同追求的价值，你有比它更高的价值，就是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之光，你有发挥出来吗？第二个，是我们学会去接纳这个社会很多软弱的、不同多元的人，不同的情况的人，有些是弱势者，有些是有其他困难的地方，我们有没有认同或接纳他们？第三个是我们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许多社会所引发出来的弊病也好、缺失也好，或是人跟人之间所产生的一些冲突、软弱也好，我们怎么样去承担？我们基督徒能够愿意站在那个破口上面，那个软弱的上面。我们更是一个基督徒，要学会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光。很多教会他们所以会被肯定，不是因为他们教堂盖得多漂亮，而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在社区当中有人有软弱者，有边缘人，有很多看不见的苦处，我们教会看见他们的需要。我记得呢以前牧会的教会是在高雄一个旧社区了哈。有一天他们就在聊天大家看说，如果我们这个教堂消失掉了我们这个社区的人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教堂不在了要产生很有趣的讨论了。那就我们很多老会友他们就讲说，真的耶，有时候人家不知道这边有一间教堂，因为当时的盐城教会它是比较属于靠近港区了这个港区的边边以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会五军的销售地所以那边是脏脏乱乱的，很多人不会走过去那边，他一定是在盐城区的闹区里面买东西啦什么浙江商场啦，就没有走到这边来。但是他们说，我们知道那边有一间幼稚园，他们知道教堂也设了一间幼稚园。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教会没有走出去社会，他们只知道说，我把小朋友送来门口就到了，光送来门口还没看见礼拜堂，那就会看见说，你教堂要怎么样让人家看见呢？当然，幼稚园是一个很好的接触管道。那后来，所以我们教会的就觉得说，刚好碰到整个高雄市它的这个公园把它全部那些会五金的那个店街都全部拆掉，变成一个带状的公园那突然间，这个盐城教会它是一个旧型礼拜堂，哥德式的教堂，就亮起来了，凸显起来了。所以当初好几年我们就在圣诞节的时候，赶快用很多的功夫跟经费把它装饰那个灯光灯饰后来好多年都成为在圣诞节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连市政府都来一起配合办活动。那用教堂的灯光装饰很容易吸引人来但是
没有人看见耶稣基督爱的光，那只是一半而已。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办了很多传福音的活动，请了很多像我们现在的名人开讲一样，请一些基督徒的歌手来做见证，还有人在那边做街头的表演。我们还准备很多咖啡欢迎人来一起喝咖啡，然后看这个漂亮的景色，很多人来照相。那个是一个努力说，不要让人家看见教堂是你们基督徒去的地方，跟我没有关系，或是我只是把我的小孩送到你们的教堂来读幼稚园其他跟我没有关系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慢慢这间教堂的很多人就慢慢知道说，我们圣诞节要去哪里拍照，因为那个是一个路标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施行爱跟受苦。我们的教会的信仰告白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教会要通过爱与受苦来成为盼望的记号。所以基督徒不只是高高在上，或是整天只是长篇大论，口头在讲那些圣经的话，而是因为你进入到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同步，让他们看见你的爱就是这个光显现在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在这个阴暗的角落。我记得当时呢，教会也参与了一个所谓的社区的慈善工作，那就跟我们的救助协会合作来做那个关怀那个弱势者。有些是孤独的、孤单的、独居的老人或是他是弱势者，不能正常工作，那家庭经济很差，那我们每1-2个月就送一些食物包去到这个家庭里面。大家刚到的时候有一点恐惧感，因为不敢进去，因为里面挤了一大堆废物、废弃的东西，里面味道好臭，不敢走进去。才发现说，原来在这社会的底层还有这么样难过、困苦的人。有一位从韩国来，后来因为战乱的关系他的国籍没有了，不能回去了单独一个老人他就用办法来关心他，来引导他一起来信主，还帮他们那些脏东西全部清掉。哇，清了好久好久才好不容易呢，稍微一个勉强一个家庭的样子。我们也知道之前不是在高雄盐埕区不是发生一个火灾吗？好多人过世，就是因为那一种地方变成说很弱势人居住的地方。那什么样的那个所谓的消防那些安全都没有顾虑到。基督徒要在世界发光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我们拿那个 LED 灯一打开就打开。你怎么样从那个黑暗的社会当中显露出光？那是人性之光，那是主耶稣恩典之光，是爱之光。我们期待我们富强教会不使大家每一个人都得神的保守，在工作、生活、家庭都蒙神的恩典，而是我们愿意走出去，看见这个社会的需要。那这个才是世界的光，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愿保罗所说的这些世界的光，我们要怎么样做见证，在世人当中发光，像星星照耀这个天空，实在是我们现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年要恢复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都参加这个幸福小组的同工都知道，不是你能言善道，也不是你能够做出很多很多见证，而是因为你爱的光，让人家感觉我来参加这个教会是得恩典的、得祝福的、得平安的。愿神在我们当中来施行他的恩典，他在我们心里工作，让我们能够成为他一个无瑕疵、一个完美的恩典的儿女。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这首诗歌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就是来到主前我们在唱诗歌之后，一起来为一些事情来做来祷告。这首大家都很熟来，荧幕还没。